你可以扭開個蓋，睇下入面所有嘅嘢。係啊，你可以睇到好清楚，任何一樣嘢你可以睇到好清楚。你再借手檢查下個痕仔，係啊。你哋可以去檢查下，冇問題係咪？冇問題啊！你可以將個痕仔咧就落去，可以揸住個蓋，扭開佢，扭開個蓋，你同我揸實，OK，揸實。係放入去，放入去。咁好啦，你可以揸住個蓋，咁你檢查下個樽嘅問題，檢查下個樽。攞啲出嚟，問題冇問題，個樽度有兩計，咁我哋將個攞一度嘅，好，幫揸住，檢查啦，咁我冇問題，你可以，OK，冇問題係咪？樽係咪？可以就個蓋睇，即係你兩個蓋係咪？個一層仔度啦，明嘅層仔。你信唔信我呢度拍晒佢？相信，跟住我試俾你睇 OK。就係一個啦，大家都會做啦。我照顧翻咁樣。嚇？冇窿嘅？冇窿㗎，係啊。